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稳定听阮的特别上帝，主阮满心感谢落你，互阮会当来到主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。愿你的信心引带带领，保守看顾，开阮的心的目睭，属灵的目睭，会当听到主你的话甲提醒，信心的引带带领，透过你的话来起造阮的性命。主，阮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主而求，阿门。这是关系咱的代志，是甚物代志呢？就是咱是相连教会的会友吗？然后我们知你有第教会的代志无？时常人讲教会，教会是甚物？教会原文 ecclesia 的意思是讲，互上帝呼召自己做伙一群人。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呼召的一群人来敬拜上帝，但是呢 ，ecclesia 重点是呼召自己做伙，迄是重点。基督徒每一个人来到上帝面前，是一群人，就是教会来敬拜上帝。希望伫网络顶头的人会当到实体做伙来敬拜上帝。因为咱是互相有关系一群人，这才是教会。一个人毋是教会呢。所以当咱规间教会做伙来敬拜上帝，是无同款的感受。组织做伙，互相的呼召，做伙敬拜上帝，那参像一个大家庭中间同款。这大家庭中间是看袂到耶稣。可能有牧师、有长职、有同工、有团契会长，这群人拢是耶稣基督肢体。教会事就是咱每一项的事。过来，有甚物事是上介重要的事呢？咱来看提摩太后书第2章第2节，伊伫遐讲：你着伫真侪敬虔的面前。对我听遐个教示，着交托遐个重视，嘛会牵伫教示别人的人。这提醒咱每一个人，讲咱伫教会中间，你爱栽培别人的性命，你对上帝领受的真理教导，你爱帮助别人性命的成长。每一个人应该食做别人的属灵的家长。有人就讲啊，牧师，你讲这吼。太过严肃，有属灵的同伴就好啊。做人的家长无简单对无？咱在座真侪人做家长的有真侪困难啊。啊，你讲牧师啊，这属灵的家长更较困难啊。我里面就无啥好，啊，要怎样成做别人属灵的家长？牧师直接提醒，其实每一个人，无论你信仰好歹。当你开始愿意为着别人的信仰来负责任的时，你的信仰就开始成长进步。要做人家长的，你可能家己就要认真读圣经、祈祷、参与教会服侍甲训练。你家己若无进步，要怎样成做别人属灵的家长呢？过来，伫教会服侍中间，有侪人甲牧师反映。牧师啊，这属灵同伴就好啊。家长呢，这我做袂来。当然啊，属灵的同伴甲家长无关，是无共款的。家长就是爱负起这个责任，这属灵的囝好歹，甲你有关系呢。但是同伴敢若你的代志，我咱是同伴尔，我无比你较厉害，啊，咱互相进步尔。啊，你出现问题，啊，我嘛是安尼尔。但是家长无共款，你对你的生囝有责任无？你对你的囝儿有责任无？这毋是同伴呢，伊的生命会当转变无转变，甲你的性命有关系啊。甲你开偌济时间为着伊祈祷有关系啊。我毋是要互大家真大的压力。其实伫教会服侍中间有一个同工讲，无使我做同工遮久啊，真麻烦，你知？做组长哦。时常甲因拍招呼，帮助伊信仰的起造，为伊祈祷，安排讲啊，看要信耶稣无？啊，拢无爱信，
1档、2档、3档、4档、10档拢歹信耶稣，你会烦恼袂？你会流目屎袂？你会做甲无力无？会啊，这是一个真正常的过程啊。咱做老爸老母拢知影，若囝儿无听话，你会流目屎袂？你会烦恼袂？你有重担无？会啊，做一个教会同工，当然你会经历伫即款的痛苦、麻烦、困难，甚至有人讲：牧师，我无爱做啊啦，真歹处理呢。但是这是关系咱每一件的事，毋通失望，毋通灰心，咱爱继续来祈祷，完成上帝所交付阮的工课。其实，伫咱的教会青少年中间，我有真感动。伫小组中间有一寡青少年愿意参与小组的任务，带敬拜啊，带分享，甚至带这破冰的游戏，这是真重要。对细汉的时，对青少年就开始训练栽培因的信仰的成长。有一天，可能毋是真啊嘛。有一天，因会成做别人属灵的父母。这高中生、高中生，伊愿意付出伊的时间来认真学习学习，陪伴别人的生命的成长，这是一个开始。顶礼拜中秋的时，咱的青少年做伙组织伫遐庆祝中秋庆祝，啊，啥物人要安排这节目？是即群大学生做伙计划，做伙来摆这活动，来带这青少年其他年龄层的同工。以前我伫团契时代，我伫少年教会团契时代是学生拢做伙，大学生、高中生可能拢因为人无济嘛，拢扣做伙。但即马时代无共咧，咱是各一个小组，高中一个小组。高中一个小组，大学一个小组，因为人数较济啊，这是无共款。但是呢，组织做伙时，就是爱互因互相来彼此造就服侍，这是训练真做一个属灵家长的机会。伫咱的教会，咱每一档青少年办这拍鼓营会，这同工，这青少年遮尔济参加中间，只有同工只有即几这大学生来引带这高中生、高中生。其实暑假期间这大学生爱佚佗啊，爱做工课啊，爱做因家己的代志啊。但是呢，这3天的中间，就是将家己的讲道的机会，还是讲真无闲的中间，半时间来服侍这其他的青少年，这是值得咱肯定的。伫这营会中间，爱带诗歌、带敬拜，爱带因参加游戏，爱做伙带小组，甚至爱为着因来祈祷。宴会要怎样安排？这是一个训练的过程。所以我相信，在座咱大人，还是讲毋是青少年小组，每一个小组、每一个团体，拢爱找到一个人，栽培因、训练因，诚做主要所门徒甲同工。虽然真困难，但是嘛爱坚持为着这项大事、这项事来祈祷。咱时常看到保罗讲，听到保罗就是讲，保罗是大有气力的使徒，真有智慧。真有才华的一个使徒，真会晓传福音的使徒，嘛是真好的教师。但是咱敢有受到伊的个性是怎样的？人讲保罗个性真强啊，甲伊做伙同工可能无简单。但是咱看到伊甲提摩太关系是怎样？伊甲提摩太自己做伙时，等于离别时，伊是伫遐流目屎，提摩太伫遐流目屎。表示提摩太甲保罗的关系非常的好。保罗是这提摩太属灵的父母，但是呢，伊怎样款待伊、训练伊、造就伊，带伊去传福音？
伊迄少年讲：哇，我这属灵的老爸保罗要离开我，伊伫遐流目屎。那亲像爸仔囝分离，一个出国，一个伫台湾，啊，一个去读册，无做伙，迄款的艰苦、伤心、流目屎，彼此袂当阁见面，迄种艰苦。你看古早毋是有飞机啊，嘛无高铁啊，马上会当见面啊，毋是啊？你想看觅伊感情真好，才流目屎。诚侪属灵的长辈，可能毋知你有流目屎经验无？伫我服侍经验中间，时常会流目屎。看到青少年听到福音，来无偌久，佫离开教会，还是讲去读大学了后，就无去教会聚会，要栽培因，要帮助因，有当时真正无简单。迄款失败的经验，迄款为着因的属灵性命伫流目屎迄经验，毋知你敢有无？保罗伫以弗所的教会，其实伊时常为着这教会代志，经历流目屎3冬遮尔久的时间。以弗所教会是所建立的教会，但是伊是3冬的中间，伫遐流目屎，苦劝达人啊！要真做一个属灵的爸母，真正无简单。在座咱每一人应该要真做别人属灵的爸母，参与教会服侍。伫这教会服侍中间，流目屎是真正常的过程。无流目屎，可能表示你的服侍，也是你的属灵的囝儿，甲你无甚物关系啊。所以你袂流目屎。真正为着教会祈祷，我相信你会流目屎；为着你属你的囝儿，你会流目屎。伤心，这是真正常的现象。咱毋是要逃避这服侍，你真正有参与伫服侍中间，才知影哇，这人拢无洗礼，迄款的艰苦，洗礼了，佫离开教会，迄款的困难。相信咱在座每一个人拢有即款的经验，来引传别人的性命的改变，真正无简单。但是咱想看觅，上界伟大的先知撒母耳，敢毋是真出名嘛？伊是甲上帝有来有往会当对话的人哦。伊是怎样真做别人的属灵的导师咧？伊栽培什么人？上帝交付伊一个任务，栽培什么人？以色列头一个王啊，扫罗王啊，伊敢有照上帝心去行？照你讲，撒母耳是失败的。照你讲，耶稣是上帝囝，伊带12个门徒有成功无？拄开始看，检查嘛是失败啊！啊，咱呢？咱是一平凡的一个基督徒啊，我嘛是一个真平凡的牧师啊。会失败的未？这是真正常的代志。咱来引带别人信仰的改变，咱会经历到这款的痛苦、烦恼、重担，这是正常的。有人讲牧师啊，是属灵家长是要怎样做？什么是属灵家长？我袂当想象这款的代志。我会举一个例来讲，伫青少年大专中间有一个叫蒋月芬的姊妹，伊对缅甸到伫台湾的所在，伫4冬的中间拢伫台湾哦。大专小组甲伊照顾，佮伊的属灵的老爸老母甲伊斗顾，时常住伫因兜，为伊祈祷。中文无好，甲伊补习中文哦，补英文，帮赞伊的功课，报告袂晓写，还佫甲伊教，心情无好，佫带伊出去佚佗。这就是属灵的家长啊！咱要栽培别人的性命，爱付出代价，来陪伴伊的性命的成长。伫属灵的知识，伫性命的转变。生活顶头，
咱要加做因的帮忙。适当了后，转去缅甸迄个所在，当然伫机场的中间，会伤心会流目屎啊！上届毋甘的当然是熟龄的老爸甲老母啊，这是真正常的啊。我毋是要互大家真有压力，做小组、做团契会长、做同工压力真大。这人无成长，拢是我的代志，拢是我失败，毋是啊。这是上帝要成就的代志，透过你，透过我来去做，成就在伫上帝。但是咧，学习甲主耶稣做伙来同工。第二项，家庭信仰的传承。我相信伫教会，这是关系咱的事诶。家庭信仰的传承，咱的家庭嘛是一个基督教。咱参像一间细间的教会共款啊！咱知影，我所读经文中间，提摩太有一个影响真大，伊初期伊的信仰影响真大，就是啥物啦？伊外妈甲伊的老母啊，妇女团契啊，妇女团契就是老母、外妈、阿嬷。影响提摩太初期的信仰，你也知影，提摩太拄仔开始，伊这个家族，伊老爸是外邦人哦，伊娶这犹太人做某，但是这信仰来传承，是因为伊的阿嬷甲老母将这好的信仰，将这信心放伫提摩太生命中间，帮助伊成长。伫家庭中间，伫教会中间，家庭足重要。你有注意你的家庭无？你有传承你的信仰伫家庭中间无？伫提摩太生命中间，属灵的家长就是伊妈妈甲伊的外妈。伊改号这名叫提摩太。提摩太原文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敬畏上帝的人。这个敬畏上帝人，就是咱华人哦，甲咱好名爱有一个什么，就是有一个期待嘛。你好什么啊？就是期待伊安怎，真做心款的人。所以台湾人拢好什么发财啊，什么有的啦，什么有的无的啊。但是咱基督徒无共款啊，伊是好名讲敬畏上帝人。我相信当中这伊老母、伊外妈将这提摩太交予保罗的时，已经训练甲差不多啊，所以当互保罗来使用，该做伙同工，做伙服侍。所以有当时我时代底真艰苦，因为教会家庭若无注重信仰，只注重伊的才艺发展，课业有好无，考试会使袂，交男女朋友，开始真侪时间，甚至佚佗嘛介重要。有将信仰放伫头一位无？放诚最重要的代志无？无你要怎样才产生一个健康的后一代呢？莫想讲青少年，咱的信仰是甲咱甲上帝个人甲上帝关系，无遮尔简单。信仰当然是个人甲上帝关系啊，但是你会影响你的囝囝孙孙伫信仰这方面啊。毋是讲啊，这囡仔细汉哦，无要紧啦，互伊大汉家己决定。请问咧，若伊甲伊的幼年期是大汉才影响伊吗？是细汉时就教伊信仰的道理啊。我相信咱爱好好提起。咱来看最近有战争对无？昨开始烧战啊，以色列家己开始战对无？你看以色列因对拜偶像、离开上帝，灭国2500年啊！因无注重信仰，得到安尼结果。即马以色列当团结做伙，因知影敬拜上帝上介重要，其他也是次要的。我相信咱在栽培咱的囝儿，爱将因带到上帝面前。虽然会失败，虽然有困难，但是无要紧，你爱对上帝有信心。
你爱祈祷啊。若无要无紧，你袂迫切祈祷啊。若无要无紧啊，这社会价值观吼，比如讲，咱伫咧厝内底，你有讨论信仰的问题无？因拄着问题是，咱是用真理来思考，还是社会迄套来面对这个困难？我要介绍一个人，叫戴德生宣教师。戴德生宣教师伫华人伫中国设立这个内地会吼，51档伫中国的所在传福音啊，找派了透过这车会，找派了800名这宣教师，125间的学校。引带18000人信耶稣，伫18个省的中间建立300几位这福音站，使用本地的宣教师本地人参与这宣教的事工，参与伫这宣教事工的中间。你讲这款人有好无？真正是互大家学了，但是伊少年的时同款。无信耶稣的，伊老爸嘛是基督徒啊，戴雅各啊，因的家谱咱来看一下。戴德生伊的家族，对戴雅各开始信耶稣，传到戴德生、戴春，包括戴春的，这直直落去吼，拢是牧师呢。这家族真正无简单。人讲信耶稣吼，这可能较简单。拢做牧师的，这真少。对戴德生了后，拢是牧师。咱想看卖，咱教会即摆几档？110年对无？10周年拄开始，110周年开始，咱是算老教会哦。老教会有老的问题呢。少年的教会吼，拢是第一代，拢是初代，所以对。有信耶稣，无信耶稣，差别差真大。伊知影怎样信耶稣，信耶稣有啥无共款的所在？可能是厝内底拄着问题，上帝帮助；可能是信心引带，有信仰基础，所以因知影本身有体会到信耶稣甲无信耶稣的差别。但咱教会可能110周年，可能第3代、第4代、第5代、第6代拢有可能啊。咱所受到挑战，甲一般的教会、少年的教会是无共款。咱的青少年可能对细汉，伫妈妈腹肚内底就来教会啊。有信耶稣，无信耶稣，可能因感受袂到，有啥物差别啊？其实，这伟大的宣教师，咱看伊做甲真好的工。伊的家族中间后来出一个院长，叫戴志忠牧师。这戴志忠牧师吼，伊细汉的时候，时常互人问一个问题：你的名叫志忠对无？就是要继承你的祖先所做的工课。所以5岁时时常有人甲伊讲算笑，甲起笑啦，讲你志忠，你继续你祖先的任务啊，一定要做传教士甲牧师啊，宣教师啊。伊听甲足气的，为什么我一定要做宣教士、做牧师？真正，伊的太祖公、太公、阿公、老爸拢是牧师呢。你应该继续你祖先的工课，就是做牧师啊。你袂当体会，我会当体会啊。理所当然啊！你爱做牧师啊。其实咱来想看卖，古早礼拜毋是像即嘛无主日学，靠主日学嘛无啊。以前迄个时代就是大人。规家伙啊，大人带囡仔去教会敬拜上帝，拢坐做伙啊。牧师讲互大人听啊，伊听无啊，伊老爸讲的伊听无啊。嘛是伫遐，无法度就是爱做礼拜。煞尾是少年时开始啊，无爱听话啊。其实这戴志忠牧师是伊老爸老母上届读甲听的。拄开始伊嘛无信耶稣啊，非常排斥啊。伊爸母时常为着这个囝祈祷，真做牧师的家庭，家己的囝无听话，信仰无得着。伊讲
但是伊有一个想法，伊讲人活伫即个世间有一个原则，无论是顺境逆境，拢爱安怎？顺服上帝，顺服上帝引带，继续祈祷，一直到囡仔改变。顺境逆境拢是上帝恩典，但是有一项，就是爱继续为着囝儿来祈祷。我时常听到这爸母甲我讲：“牧师啊，拜托你爱帮助这细囝，拢无来教会吼。”其实我听啊嘛真艰苦，但是呢，会当改变伊的，不只是咱兄弟姊妹的帮忙，是你家己本身的态度。第一，牧师伊少年时嘛经过即款的困难，伊的祖先戴德生牧师嘛是同款。你讲伊是会宣告，甲真够报道，真够传福音。伊少年时吼嘛是无信耶稣呢。你莫想讲这家族拢是牧师，拢是信主的，伊嘛是经过即款甲咱同款的问题甲困难。戴德生少年时嘛是背逆无信主，伊的老母甲伊的小妹时常为祈祷。伊讲，伊的小妹讲，我一天3届为祈祷。伊的老母去看伊家己小妹时，嘛是伫遐祈祷，讲来啊，咱做伙来为着这个囝，我的囝祈祷。伊到伫为着囝祈祷了后，伊讲有一天有迫切祈祷，为着伊的囝戴德生来信耶稣祈祷。伊讲，若无得到上帝应允，我就无停止。拄好，迄当时戴德生17岁生日。17岁，毋是啊，是17岁时哦，啊，伫册房内底共一个时间哦，伫册房内底看册，看到一个福音的传单，深受感动了后，信心入去心内，伊就信耶稣，真奇妙的。伊老母祈祷的中间，领受上帝应允，讲感谢上帝，我的囝信耶稣。伊个囝信耶稣了后，讲2礼拜，我的老母对其他的所在转来，我一定要甲伊讲这好的消息。等伊转来厝了后，伊老母甲伊讲，我已经欢喜2礼拜啊，真奇妙吧？所以咱毋通放弃咱的祈祷。上帝意爱咱祈祷，但是上帝照伊的时间来成就伊所要做工。这个地价因规家伙仔拢信耶稣，但是对伊的祖先戴雅各开始信主，伊是怎样信主的？伊是初代的教会基督徒。伫约翰卫斯理迄个时代，时常派人去传福音啊。伫传福音中间，你知影这戴雅各是上帝摕草枝仔要牵遐宣教书的人，逐摆来伊就摕草枝仔去共牵啊。有一届。伊听到遐牧师宣教师在讲一句话，讲论到我甲我的家，我决定要服侍上帝。伊听到这句圣经的话，突然间信心感动伊，伊信耶稣。哇，这真奇妙啊！伊信主了后吼，迄当阵准备要结婚啊。然后呢，无去婚礼啊，伊咧想讲啊，我信耶稣，过来要安怎？迄天早起，伊要参加婚礼，要嫁娶，迟到2点钟，大家拢等这新郎还未来。伊到现场会讲，甲大家宣布我信耶稣啊！伊的太太讲：哈，啊你信耶稣啊？我要嫁一个基督徒啊！是这样的奇妙呢。所以上帝做工时间无一个人知，但是这句话，这圣经论到我甲我的家，决定要服侍上主，诚做因家族中间一句真重要的上帝话，诚做因兜会当讲家训，时常论到我甲我的家，
决定要相信何塞上帝。所以，因的家族真特别所在，这是上帝因带带领，但是因真伫因家族内底有信主无信主无？咱看戴摩斯因的家族，伊是宣教师哦，因兜拢是外国人哦，伊是头一个，这戴季宗牧师是头一个带台湾人做某的，那才像马街共款啊。你看这是台湾人吼，啊生囝那才像台湾人，那像外国人。你的囝叫什么名？你小读一下，陈约、陈书、陈雅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约书亚，哦，你有够巧。约书亚，靠人好名好安尼，这是因家族内底看做上界重要。我甲我的上帝立约。但我知影，成年教会咱有人家族第2代、第3代、第4代、第5代、第6代，你要保持这个信仰无简单。但是毋通忘记，你要迫切祈祷，为你的子子孙孙来祈祷。你家己爱牧养你家己的家庭，真做因的模范。所以，愿望伫咱的成年教会，咱来去做倒一款的教会，建立门徒的教会。建立门徒教会有4项真重要的代志。头一项爱领受结连的信心。咱参像在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当这保罗按手在提摩太先书的时，有一把火，信心的火，信心来温书。信心的帮战，迄把火倒起来是信心的火，互因无惊吓，有气力，会当仁爱，有上帝来气力，保守伊选择正确的路。你的囝里有领受信心无？你的囝里有连接的信心无？还是只有了解信心这名？信爸、信囝、信神，信爸知影。信仰耶稣嘛知，信是甚物？无了解，无体会，无结连，可能伊就离开上帝。伫今年一届夜会中间，我有一个真好的、感觉真好的一经验。伫办这夜会中间，有一个少年人，毋捌参加过教会任何一个活动。伊来到夜会中间，第2天伊就讲要信耶稣，我嘛惊一跳，你要信耶稣？小组长就讲带来头前讲，无来祈祷，牧师你来为祈祷。嘿，我感觉真奇妙诶！我甲伊欢手祈祷诶时，伊就信心充满。伊就讲，伊就甲伊的小组长讨论讲，我转去，我甲阮妈妈分享，我要来教会，又去 Google Map 去查，要怎样来教会，要坐什么巴士，要坐捷运，要坐啥，拢查好，要来教会啊。若无信心的充满，无信心来感动，伊袂来相信耶稣基督。当咱面临一个问题，你爱为着你的囝儿迫切祈祷以外，爱伊的性命甲信心有结连，甲信心有互相有来有往的关系。你知影，咱教会，咱诚做一个传教者。教会当中，你毋是我靠家己来服侍呢，你是我靠信心来开力。你甲信心都无关系，是要怎样来服侍？第2项，爱经历着生命更新。提摩太后书第5章17节，伊讲：安尼无论是甚物人，甲基督结连，就是新创造的人，旧的代志拢已经过去。大拢变做新的。你知影伫教会中间服侍上界困难，就是你看到当间真侪问题啊！信耶稣是一个开始尔定，信耶稣毋是你才做一个完全的人。信耶稣了，爱互上帝改变，互主耶稣来医治来透望。
我看这一个同工伫教会服侍中间，是带着过去的伤害、痛苦伫服侍，所以伊伫服侍中间，将这痛苦、困难、麻烦，搁放伫别人的性命中间。牧师、长子，无论是团契会长，无论是甚物人，你爱互信心来医治来更新，无你的服侍会互别人绊倒。伫教会服侍中间，我时常看到哇，这个人一寡问题还未处理好，就伫遐服侍，服侍真好，但是咱必须要不断来更新咱的性命。不断的继续伫主耶稣内面啊！你要做一个属灵的家长，你要做一个同工，要求上帝引带带领，不断活伫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不断来降服上帝来改变。我有阵看到一寡青少年，拄开始是真好的同工啊，煞要弯高起叉，就是伊真侪代志无处理啊，无写俾别人啊，家庭中间。原来家庭的困难，放伫伊性命内底，无处理好，煞会伤害别人，伤害家己。伫咱的这夜会，每一年夜会中间，伫这拍个夜会中间，我就为着这青少年祈祷，愿望伊性命改变，人命更新。今年阮的主题是脱离原底家庭的伤害，拒绝无下伫上帝信念。选择赦免，佮讲到信心充满的重要性。每一档夜会，阮的主题无同，但是爱处理有一项，就是性命过去性命的问题，过来爱互信心充满。这群人其实少年人，伊知影过去因性命需要改变的所在，毋是讲啊，我一届夜会了就真做一个完全的人。无遮尔好的代志，但是伫夜会中间，互伊明白真理，过去无好的所在爱改变，互性命会当拿纯真、拿性格，下伫上帝会当使用，诚做上帝当使用的器具啊。第三项，真理的教示甲实现。在咱所读的经文中间，就讲着。用你对我听遐健全的道理做模样，这健全的道理你听到了后，过来咧，实践出来啊！我相信伫教会、伫咱的家庭，拢有一项真重要代志。你咧处理这项代志，你做这项代志，请问咧，你是用上帝倒一句话来回应这做法？你家庭中间有讨论无？你家庭中间无讨论，伊就互社会影响啊。教会中间、小组中间、团契中间，拢无咧讨论这个代志。后一代毋知要怎样安那行。我毋知，我相信讨论只是一个开始哦。伫这社会真侪麻烦、困难代志真复杂，咱要怎样？引带少年人用上帝来应付这世代无共款意见甲挑战，咱家己有经验无？还是你照着社会迄套在行？无照真理在行，信仰诚做一个参考尔。你若诚做信仰一个参考尔，当然你的囝儿会离开这信仰，伊无通好参考。我相信咱咧建立一个健全的教会，我上煞要一项，就是传福音的栽培介重要。顶个月教会我办一个乒乓人生的福音大会啊！我那隔壁你捌过伫遐拍过乒乓的野手，可能无几，个人甲我讲，牧师我都毋知隔壁会当拍乒乓呢。我讲拍乒乓毋是主要。是咱为什么伫遐拍乒乓，就是为着传福音啊。过来第二项健康啊，第三项交易啊。我们办了一段时间了后，就邀请大家，无信主的一堆伫遐拍的。
以求会友，做伙拍球了，建立感情，友谊报道的方法，甲因影响。拍无啊，过了哦，教会这环境袂歹哦，够人气。4周刀啊，哇，够免钱哦。为啥免钱？这是要传福音，毋是要趁钱。趁钱我1点钟收200块，毋是要趁钱啊，趁着人的灵魂啊。所以，我们办这福音大会了，有邀请这林真君牧师来分享。我伫伊的分享中间，我感真感动。伊讲啊，伊怎样信耶稣的？其实我叫伊来分享是有原因的啦，因为伊是拍乒乓拍来信耶稣的。伊是客人，住伫龙潭迄个所在，迄当就是卫理公会伫龙潭迄个所在开一个福音站，伊伫有一个传道伫个主传道伫遐做一个传道来帮站遐来传福音啦吼。啊，迄当阵这林牧师真少年啊，啊过去咱拢知影，咱台湾经济无好嘛，对无？什么所在有给当拍乒乓？学校啊，第二咧，教会啊，教会我囡仔时嘛是拢拍乒乓啊，啊乒乓袂当拍，无乒乓桌啊就拍圣餐桌啊，无咯。古早真正无钱啊，他有所在会当拍乒乓，啊，讲即无聊的啊，庄脚所在啊，啊要去倒位？所以你去看即间所在有拍乒乓，真侪人拍，啊，佫免钱，啊，当然来去拍。拍久了就信耶稣啊！啊，这主传道吼，时常带伊去传福音。你也知龙潭吼，高原村迄个所在，爱骑脚车骑真久的时间到迄阵。伊讲，逐礼拜这主传道吼，就带伊去传福音。迄个所在是地厂的所在哦，种地啊，做地的所在吼。迄工厂内底伫遐传福音。就招遮附近厝边头尾来信耶稣，啊，就唱诗歌啦，啊，过来耍游戏啦，啊，创啥，啊，就缀走啊，逐礼拜缀走呢。林牧师吼讲，有一项伊真感动的代志，伊讲吼，这主传道吼真疼这个兄弟姊妹，啊，伊讲伊的同学中间有3个兄弟吼，伊是无老爸啊，伊老母是妓女呢。你看即种人伫学校内底，一定啥受人轻视啊、排斥啦、欺负对无？这主传道带伊做某啊，为着保护这3个人，带伊做某，先莫批评，还是讲比较，这是对啊，甲毋对啦？伊会疼心感动林牧师啊，有即种传教者，伊逐礼拜带伊去传福音。见证，然后这主传道离开这龙潭这所在，就介绍互龙潭长老教会，讲啊，无你去我离开啊嘛，啊，你去龙潭长老教会继续伫遐。啊，这林牧师就逐礼拜去扫涂骹，逐工哦，拍乒乓、扫涂骹，继续。啊，龙潭嘛有乒乓桌啊，拍乒乓、扫涂骹。过来，带这对面龙潭国小的人信耶稣。带这100几个囡仔哦，儿童来教会哦。伊怎样做？就主传道，伊早怎样传福音，又教伊唱诗歌，讲圣经道理，耍游戏，就这物件，伊所学来的物件，放伫这细囝的生命中间。煞尾林牧师加做一个传教者，做一个牧师啊。伊是安尼信耶稣，所以我感觉福音的栽培是真重要啊！这是林牧师咧分享过去啊，少年的事啊。啊，即群人哦，咱这有诶信耶稣，有诶无信耶稣，做伙伫听伊分享。但 COVID-19 已经过去啊，上帝互咱第2届机会，上帝互咱第2届机会。咱来把握这个机会，好好传福音，嘛栽培别人的性命，甲咱做伙为主做工。第2届机会，咱来把握掉的，咱做伙来同心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主，阮满心感谢有你，
主，阮要当心为着教会来祈祷。你是听咱祈祷的上帝。我们的教会已经120年，明年是111年的时间。后年咱要选中职，愿你施恩祝福，互教会有健全的交接传承，不只是身躯的更新，更较重要是领受上帝，互咱教会甲咱的事业体机构有使命，有属伫上帝价值观甲属灵的文化影响力，互阮会当建立一个强大的团队。每一个人关心教会的事，互教会有较真好的门道来承接这属灵的任务，完成你所教会的工作。主，愿恁同心祈祷伫你面前，乃是奉靠主耶稣圣尊名求，阿门。